后来这个饲囡仔津贴敢有可能为2500增加到5000块呢？蔡总统竞选连任的时阵，有来提出讲0到6岁国家甲你做伙饲的政见，其中就包括甲2500块的育儿的津贴加倍变做5000块。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伫立法院质询关心执行的进度，教育部长潘文忠讲会分阶段来进行，讲这个育儿津贴5000块。主要是针对家己带囡仔的父母，只要囡仔未满4岁，拢领会到。目前教育部甲卫福部已经汇整相关的资料，等提报行政院做最后的审查了后，明年就会开始来实施。阿南算车算甲真欢喜，佫会让因小弟、因老母伫边仔伫看。阿南的老母有2个后生，一个2岁半，一个才6个月大。一个人爱顾2个囡仔，无简单。为了要省钱，囡仔家己带。另外，还有这位李小姐，嘛是一个人带2个查某囝，一个4岁，一个2岁半。要要2个囡仔，包括教育费用，对小家庭来讲，钱拢趁无够用。总统蔡英文竞选连任时提出6月以下囡仔国家甲你做伙饲的政见，其中就包括2500个育儿津贴加倍到5000块。民进党立委高嘉瑜立法院质询的是关心执行的进度。所以明年会上路吗？2500到5000这个部分？我想这个部分会有分阶段的来执行。计划已经整理后哈，那现在也报院在做最后的总的一个审视。所以最快是明年2500会到5000，然后育儿津贴加1倍，教部长已经有答应啊。对着厝内有4岁以下的囡仔，家己带家长有无共款的看法？一个月一个人的薪水要就是取舍掉，然后变成补助只有5000块，其实对一些一般的家庭来说，多少还是有一点负担啦。他的5000的补助也是有减轻我们一些负担，但是还是不够让我们支撑家庭的费用。有人是怨无怨少，有人认为讲安尼嘛是无够。政府提出这津贴的政策，主要是希望讲会使提高国人的生育率。